你家人，你看，考虑了，就快，这来一天我们我两个就快了，妈的，你就是嘛。这里两路几点了？走，哎，不聊别的了。比较的话了，高倍呗，这里高数啥呗？这里高数啥呗了？啊，没不拿了，离了嘛，离了。来牛没？来不来？不招了，喂，别别，进来了，别别哦。站起来你太高了，站起来你啊！过来你话了。还没有站起来。